英國猛鬼兇宅 ，CCTV 拍鬼嚇壞夫婦。電影往往係現實嘅寫照，以為誇張嘅恐怖情景喺英國出現啦。英國太陽報報道，法國音樂家同前 model 太太上年4月搬入佢哋嘅 dream house， 點知怪事接連發生。太太喺洗手間洗面，突然間嚇到大叫揾鄰居救命。老公練琴嗰陣有嘢喺頸上呼氣，夜晚又聽到男人喊，張被仲會嚇到佢哋半夜走去酒店。佢哋好似電影安裝攝錄機，竟然拍到有嘢飄嚟飄去。原來間屋附近曾經有2個人自殺，兩公婆最後使咗38000港元住酒店，仲決定遠走法國，遠離呢個驚慄之地。